美国国务院周五说，对 NBA 凯尔特人队在中国遭抵制深表关注。美国 NBA 凯尔特队球员埃内斯·凯特周三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谴责中国对西藏的残酷统治，此举在中国引发舆论反弹。腾讯停止直播该队赛事。凯特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记录。据报道，10月17日至23日，中俄两国海军为西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双方共派出10艘舰艇，搭载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联合编队。当局表示，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朝鲜指责拜登政府因为对台湾的鲁莽支持，加剧了中美军事紧张局势，并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日益强化的军事存在对朝鲜构成了潜在威胁。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批评美国派遣军舰驶过台湾海峡，并向台湾提供武器系统升级和军事训练。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发生的炸弹和武装袭击中，3人丧生，其中2人是塔利班成员。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迪尔·卡帕罗夫表示，将从土耳其和俄罗斯购买武装无人机，并表示，我们购买无人机不是为了与某人开战，我们将购买无人机以确保国家安全。今年年初就任总统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迪尔·加帕罗夫在首都毕什凯克举行的第1次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就当前问题进行了评估。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六在利雅得举行的一场气候会议开幕式上宣布，该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建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雷姆沙伊德市的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联盟中央清真寺开放供礼拜。德国雷姆沙伊德中央清真寺于2014年2月开工，占地2000平方米，可容纳500人同时祈祷。这座清真寺只有一个尖塔，还有一个可停放50辆车的停车场、现代化的教室和一个会议厅。